要是让母亲知道我在剿匪路上因为意外坠下陷阱，没有完成任务，母亲定会训斥我。救！周俊，莫不是山匪来袭，被孟过他们抓走了吧？芊芊和二郡主姐妹情深，定不愿看她置身险境。我们先将人找到。少君，怎么是你？我来救你。郡主腿受伤了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二郡主性情坚毅，如果此时是芊芊，早就大呼小叫了。少君哄我，三妹从不怕疼。来，劳烦少君了。无妨，不足挂齿。你脚伤刚好，我背你上去。多谢少君。子睿兄，我在客栈厨房看到一些存粮，想着明早煮粥给三公主喝。只是我厨艺不精，连碗粥都不会。行，我去看看。三公主都安排好了，此时韩少君应该与二郡主花前月下了。出落这么快了吗？来，小时候带着芊芊围猎，她最喜欢吃这种野果。她现在还喜欢吃吗？谁知道呢？她对什么都不太长情。你把它收起来做什么？带回去给芊芊吃。她吃不惯行军的冷食餐饭。早知少君这样神勇俊朗又痴情专一，当初就不该把你让给芊芊。二郡主何出此言？当日你进城，母亲本有意安排我们成婚，只是三妹当街抢亲，才意外促成了你们的姻缘。还真是命运弄人呢。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希望当日策马长街的人是我，当街抢亲的人也是我。如果时光重来，少君又会如何选择？我与芊芊相识虽然是意外，但经过几番波折，韩某对芊芊已经是情根深重。若还有第二次机会，韩某依然会选择那个心思单纯、耿直善良的三公主。凭借二郡主的一身才华，日后定当有所作为，
韩某祝愿二郡主满腹不禁。果然如此，整个花园城的人都知道你喜欢陈芊芊，但她却总是不懂的样子。芊芊她心思单纯，她心里是有我的。行军途中不便生火，辛苦二郡主了。谢少君，我虽贵为郡主，但少有人如此待我。二郡主说笑了。芊芊自幼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骄纵任性，而我却从小要学着察言观色。母亲对我，并不如待芊芊那样亲厚。芊芊什么事都漫不经心，却样样占尽。我所有事情都拼尽全力，却都是一场空。少君，你说，这是不是命啊？二郡主只是一时不如意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二郡主定会守得云开，见月明。整个花园城的人都知道你喜欢陈芊芊，但她却总是不懂的样子。芊芊她心思单纯，心里自然是有我的。芊芊她真的不懂我吗？这人呢，一宿未归，那约个会需要这么久吗？你把人给他安排在哪儿去了？掉陷阱了。陷阱？这谁挖？你挖的？这不是三公主您的主意吗？我的主意。剿匪之计，多有陷阱。剿匪之计，多有险境。险境，你知不知道？这谐音梗是要扣钱的。小人会错意了，可您又说，两个人的感情都是从相互信赖、依靠开始的。那你也不能给他俩挖个坑埋起来啊！那万一孟光路经此地，把这个坑顺便给填满了，他们俩不就没命了？是小人的疏忽，请三公主责罚。责罚什么？埋哪儿了？救人！小城主，小城主，你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？粥啊，怎么了？你生火了？我今天早上去厨房煮粥的时候，这锅就已经煮上了。你生的？这一路劳顿，我看三公主只吃冷食，连口热的都没有，就想着煮碗粥给您暖暖身子。行军途中，为避免暴露行踪，不然炊烟。你赶紧同船下去，立即开拔，立即开拔！这万一孟国打过来，这还说楚楚不在，我这不行，我还得带一群人嘛，就救他们。那万一孟国先去找他们，启禀少城主，山匪打过来了！打过来了！跑！哎，这，哎呀！圣贤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！圣贤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！圣贤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！这怎么办？三公主，你快逃啊！小人会掩护您的，快走！哎呀，我三公主，快逃！哎呀！三公主，哎！闭嘴吧你啊！三公主，三公主，你快跑！三公主。